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心友，歡迎你嚟到心友嘅空間。無論你而家係啱啱收工，準備臨瞓前放鬆，定係心裏邊覺得有啲沉重，我都好高興你願意喺呢度陪我一齊傾下。如果你中意咁溫柔、實在、真正幫到內心嘅內容，記得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每星期陪伴你嘅新影片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嘅話題對你或身邊嘅人有幫助，歡迎分享出去，俾更多需要被溫柔對待嘅人都可以聽見。你哋嘅每一個訂閱同分享，都係對呢份陪伴最好嘅支持。今日我想同你好好傾一個好多人都經歷過，但係好少被認真討論嘅話題。點解跟某啲人喺一齊一陣之後，會突然覺得好無力、好空虛，好似俾人抽走咗啲咩咁？你有冇過咁樣嘅經驗？同某個人講完嘢，開完一場會議，甚至只係一個電話之後，成個人感覺空空如也、疲憊不堪，需要好長時間先能夠恢復。明明對方冇大聲鬧你，冇明顯傷害你，但係就令你好似被吸走咗能量一樣。可能係10分鐘嘅老闆會議，然後你需要2小時先可以緩過嚟。屋企人嘅一個普通電話結束之後，成個晏晝個腦袋都好似罩住咗層霧啦。同時只係抱怨咗幾句呢，你就成日都覺得心情沉重。親愛嘅你，呢個唔係你嘅想象，都唔係你太敏感、太脆弱。你唔係一個人，呢個係一種非常真實嘅現象，我哋稱之為情緒耗損。有啲人，我哋可以溫和咁稱佢哋為情緒耗能者。佢哋唔一定係壞人，都唔一定有惡意，但係佢哋嘅能量確實會令我哋覺得特別無力。今日呢條影片，我會用好溫柔、好詳細嘅方式陪你一齊理解呢個現象，而且學習點樣保護自己嘅能量，唔再輕易被耗損。我哋會慢慢傾，唔使急，請你揾一個舒服嘅位置，聽我慢慢講，好嗎？首先，等我哋誠實面對呢個感受。當你離開某啲人嘅時候，感覺好似被偷走咗啲咩，但又講唔出係啲咩，呢種感覺非常常見，尤其對心思細膩、容易同理他人嘅人嚟講，更加會咁。但係點解呢？因為我哋嘅大腦同身體天生就具備情緒感染嘅能力。當我哋同其他人互動嘅時候，會不自覺咁接收對方嘅情緒狀態。呢個本來係人類用嚟建立連結嘅美好機制，但如果冇咗界線，佢就會變成沉重嘅負擔。想象一下，你走入咗一間房，地上有人唔小心整寫咗一大片紅色嘅油漆。如果你唔知道油漆喺嗰度，就會直接踩上去，鞋就會揩上咗顏色，好難清理。但如果你事先睇見咗佢，你就可以繞過去，乾乾淨淨咁走咗個房間。嗰啲令我哋覺得特別無力嘅人，就好似寫咗喺地上嘅油漆，佢哋嘅負面情緒、抱怨、焦慮、批判，就似油漆一樣。如果我哋冇覺察，就好容易沾上。問題唔在於呢啲人存唔存在，而係在於我哋有冇學識睇見油漆，然後繞過去，等我哋再理解得深入啲。有啲人並唔係要故意傷害你，但係佢哋習慣將自己嘅情緒垃圾丟俾其他人。可能總係抱怨嘅老闆，可能係習慣負面思考嘅屋企人，或者係每次傾偈都令你覺得自己縮得好細嘅朋友。同佢哋互動完，你都會感覺到身體突然變得好沉重，肩膀同頸容易緊繃，腦袋裏面有好多唔屬於自己嘅聲音喺度轉，心情莫名嘅低落，而且呢種感覺會持續好幾個鐘，甚至可能係成日。呢個唔係巧合，呢個係大腦嘅鏡像神經元喺度運作，佢讓我哋能夠感受其他人嘅情緒，但亦令敏感嘅人容易變成情緒海綿，將周圍嘅能量全部吸翻嚟。長此之下，呢啲被吸收嘅情緒會令我哋越嚟越疲憊，越嚟越無界線，亦都越嚟越難翻去自己平靜嘅狀態。喺接落嚟嘅時間，我會一步一步好詳細咁話俾你知，點樣分辨呢啲耗能互動，喺當下點樣保護自己，以及點樣喺互動之後快速清理自己嘅能量。但喺開始之前，我想先俾你一個好重要嘅擁抱同肯定，你唔係問題所在，你只係仲未被教導過點樣溫柔而堅定咁保護自己嘅能量。而家我哋就一齊嚟學習呢件事。
我哋會由理解開始，慢慢走到實際方法。請你繼續聽落去，好嗎？而家等我哋進入更實際嘅部分，我哋應該點樣做先可以唔再輕易吸收其他人嘅能量？第一個重要嘅練習叫覺察而唔吸收。當你感覺到對方嘅情緒好重嘅時候，請喺心裏面默默咁同自己講：呢個係佢嘅情緒，我見到咗，但我唔需要帶走佢。呢句話睇嚟好簡單，但非常有力。佢會幫助你喺當下將對方嘅能量同自己嘅能量區分出嚟。你可以想象自己好似一塊乾淨嘅鏡，清楚咁睇見對方發生緊啲咩，但唔會將影像留住。鏡唔會因為反射咗黑暗而變黑，佢永遠可以變翻清澈嘅狀態。第二個實用嘅方法係學習非反應。當對方用抱怨、批判或負面情緒對住你嘅時候，我哋本能嘅反應通常有兩種：一係跟住嬲反擊，二係縮起嚟默默承受。呢兩種反應都會令對方嘅能量進入我哋嘅身體。真正嘅力量係保持平靜，唔係冷漠，而係穩定。當你保持平靜，你就冇俾對方嘅能量一個可以停留嘅空間。你可以試住喺心裏面練習深呼吸，將注意力放喺自己嘅腳底，感覺自己穩穩咁企喺地上，然後用平穩嘅語氣回應，或者係簡單咁講我理解你嘅感受，然後將話題帶開，就好似武術裏嘅合氣道，唔去硬碰硬，而係順勢引導，將力量自然流走。第三個重要嘅練習係每次互動之後做一次情緒清潔。同好能嘅人接觸完之後，我哋嘅身體會留住好多緊張、肩頸緊、胸口悶、腦袋係咁轉。如果唔主動清理，呢啲感覺可能會跟住我哋成日。呢度有幾個簡單又有效嘅清理方式，你可以根據自己嘅習慣選擇。第一個，身體清理，去洗手、洗面，或者係換一件衫，改變外在，幫助大腦切斷情緒嘅連結。第二個，呼吸清理，揾一個安靜嘅角落，慢慢做4秒吸氣、6秒呼氣，重複6到8次，將注意力完全放喺呼吸上。第三個，言語清理，喺心裏清楚咁講，頭先嘅能量我而家仲俾佢，我只留翻低屬於我自己嘅部分。呢句話可以幫助大腦建立界線。第四個，空間清理，行出房間，可能係去陽台企下，或者係出去行幾步，改變下空間位置，可以中斷情緒嘅延續。長期練習呢啲方法，你會發現自己越嚟越唔容易受影響。即使面對同樣嘅人，你都可以保持比較輕盈嘅狀態。另外，我想同你分享一個好重要嘅觀念：理解唔等於吸收。我哋可以理解對方嘅痛苦，同理對方嘅難處，但唔需要將對方嘅痛苦變成自己嘅。真正嘅慈悲係帶住清楚嘅界線去關心，而唔係將自己都淹沒入去。當你越嚟越識得保護自己嘅能量，你會發現幾個美好嘅改變。你更加有力量去幫助真正需要嘅人，你冇再咁容易感覺疲憊，你開始吸引更正面、互相支持嘅關係。最重要嘅係，你終於可以好好咁屬於自己。親愛嘅，保護能量唔係自私，而係對自己最基本嘅尊重。你嚟到呢個世界上，唔係為咗做其他人嘅情緒垃圾桶，你值得擁有乾淨、輕盈、充滿力量嘅內在世界。最後，我想邀請你，由今日開始，試下練習以上其中一個方法。可能係嗰句，呢個係佢嘅情緒，我不需要帶走，都可能係每次互動完做一次嘅深呼吸，唔需要一次就做到完美，慢慢咁開始，已經係好大嘅改變啦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心裏邊有一啲感觸，或者都有類似嘅經驗，歡迎喺留言區分享，話俾我知你最常被邊種人耗損能量，你而家最想練習邊一個保護方法。你嘅分享唔單止幫助你整理思緒，都可以幫助到正在睇緊呢條影片嘅其他朋友。多謝你今日花時間陪我傾到呢一度。我知道呢個話題對好多人嚟講並唔容易，但你願意面對、願意學習就已經叻。如果你中意呢類型溫柔而且實用嘅內容，
記得訂閱、開啟小鈴鐺，分享俾身邊嘅朋友。你每一次嘅支持都幫我哋將更多嘅溫柔同埋陪伴傳遞出去。我哋下次再一起喺心遊嘅浪潮裏邊，繼續學習點樣溫柔咁活住，好好保護自己。多謝你，心遊 Mindful Waves，你嘅情緒健康站。